大家平安，2023年的第一天，祝您新年快乐。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1月1号要分享的是乱世中的救赎，从一场宴席开始。我们要读以斯帖记1章1到22节。我们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。那时候人人要说，他的确是我们的上帝，我们一向信靠他，他拯救了我们，他是上主，我们一向信靠他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因为他已经拯救了我们。以赛亚书25章第9节。弟兄姐妹，新年快乐，平安蒙福。从明天开始，我们迦南之声每一天制作了全新的片头片尾音乐，要与你一起来领受上帝话语里面的恩典。我们要感谢君毅执事这位年轻人，他特别为了迦南之声用心创作了这一些的音乐，让一星期的每一天都可以聆听到不一样的音乐。从1月2号开始，我们正式上线，欢迎大家锁定每天的迦南之声。你可以收集共7天不同的主题，来发现隐藏在音乐里面的故事，也可以参加抽奖活动。在新的一年开始，我们将从以斯帖记来看看上帝在这乱世中的救赎。虽然以斯帖记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上帝的名字，但是我们很清楚上帝的手在整个历史当中来掌管一切。以斯帖记原文起头是在亚哈水鲁王的日子，这个意思是提醒我们读者，这卷书不是一个寓言故事，而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，记录了以色列人在生死存亡之际，上帝保守了他所拣选的子民。这位亚哈水鲁王自称拥有无上的权力，但结果在说服妻子参加筵席的这件事上，却显出他的无能为力。然而在一群马屁精的环绕之下，将一桩家庭的纷争演变为国家的危机。作者将焦点放在亚哈水鲁在位的第3年，他希望完成他父亲要夺取希腊未完成的志业。为了要寻求这一些各省的贵胄、官长和军事首领的支持，亚哈水鲁王在书珊城摆设了长达6个月的筵席，半年呢，办得请人客，哇，展示波斯帝国的富有和他的尊贵，对人暗示凡是忠于帝国、出兵攻打希腊者，将得到丰富的赏赐和极高的尊荣。而后的7日筵席，富丽堂皇的摆设和珍贵的器皿，还有任人随意饮酒的规定，都显示出亚哈水鲁王傲人的财富、无上的权力及至高的尊荣。在7日筵席的最后一日，王差派7位亲信太监去召唤王后瓦斯提，让他头戴王冠到王的面前，让众臣民欣赏他的美貌。但是呢，王后瓦斯提却拒绝遵守王命，给这盛大的筵席蒙上了一道的阴影。亚哈水鲁王要求王后瓦斯提出席，可能类似今日皇室所采用的政治手腕，
王后和国王一同出席重要场合，能够激发民众的爱国心及对皇室的忠信。王后瓦斯提拒绝王命的原因不明，但是有学者推测，亚哈水鲁王要求王后瓦斯提头戴皇冠亮相，是影射要她不穿衣服，这令王后甚感不堪。又或者是王后此举要她抛头露面，不合体统，特别是面对一群喝得烂醉的男子，他很可能会遭到羞辱和侵犯，因而他抗命。本来要借着展示筵席这过程来展示他自己的威信和权柄，哪知王后抗命，揭露了王的无能，连家事都搞不定了，那如何让这些权贵信服他的统治？最后借着会后把王后废掉的命令，想要让人来臣服在他的权势之下。然而作者利用几近反讽的手法，为稍后瓦斯提皇后在王要求出席筵席的抗命，而之后新的皇后以斯帖冒死抢救以色列人来铺陈，目的是要表明王所拥有的财富、权力和尊荣无法使人得到生命和智慧。反观我们在这教会的节期主显节，就是庆祝耶稣基督降生后的显现。耶稣他是取了人的样式，为了救赎世人，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，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牺牲了自己，为人类开一条永活的道路。让我们认识到耶稣基督来是要叫我们每个人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，而不是让人得生命受亏损。你是否愿意让他所赐的丰盛来显现在你的生活当中呢？我们来默想，对比亚哈水鲁王为自己的面子而牺牲其他人的利益或性命，耶稣却是为了众人的益处而牺牲自己。你觉得作为一个领导人，无论在家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，应该具备哪一些条件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感谢您赐下宝贵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你的慈爱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在每一个动乱的时代，你兴起所拣选的子民，经历你所赐下的救恩，诉说你的奇妙作为，让我们看见人的有限和无能，彰显上帝的全能。借着耶稣基督他牺牲的爱，让我们能够借着信心参加救恩的筵席，能够与主同在同乐。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于你，愿你的平安与救恩归于信靠你的人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。接下来我们要1周7天都有不同的风格的音乐，这些不同的风格都有一个主题，让我们接下来每天收听，一起来慢慢揭晓这些音乐中隐藏的故事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新年蒙福，平安、健康、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